然后两个戏一直到现在，今年92了。所以啊，为的时候，我们的祭孔啊，需要按照规定来，因为受圣了，所以嘛，你不能讲医生嘛都要来啊。谢谢做指导哦，那把我们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盛典啊，让它能够这个原汁原味哦，那展现在我们的这个乡亲的这个眼前哦。那特别是很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哦。那孔子有教无类，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精神哦，也值得大家这个推崇。那当然，上该感谢老师大家这个辛苦，所以嘛，利用这个机会恭祝所有老师这个教师节快乐哈！谢谢。至圣先师，咱的这个孔子的诞辰纪念日，透早5点半，在咱的这个孔庙，我们就开始祭祀大典哈。那前后有2场，5点半有1场，6点半有1场哦。那除了讲咱延续殊胜的这个圣典来庆祝咱孔子的诞生因为孔子有教无类，把教育普化到我们的全民哦，让我们呢民众呢都有这个求学求知，而且呢透过老师有教无类，能够充分的让我们呢现在的这个学生都能够适性扬才哦。那在这里除了感谢孔子的有教无类，特别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县内所有的老师们表达最高的敬意跟谢意。谢谢老师你们平时的辛苦，那你们的付出让孩子们在学校能够快乐学习、快乐成长，让我们的孩子有最好的一个这个照顾特别呢也培育了他们变成国家的一个栋梁。我想在这边再一次的利用这个机会，谢谢所有的我们的老师，也恭祝我们所有的老师教师佳节快乐。